好，來繼續來看新北市新莊有一場工地，早起8點發生着公安的意外，講這個鷹架突然間倒去，當時伫個17樓有一個台灣籍的工人，當場栽落去，人昏迷。另外1樓有一個外籍工人是去跌着，送病院救無倒來，亡生了。初步了解，可能是因為囥佇這個鷹架面頂的建材超過重量，鷹架才全崩碎。警消關護戶來到現場，因為聽講工地鷹架倒去，有人掉佇內底。現場亂糟糟，建材落櫃4架，鷹架變形，也驚到附近的居民。我就忽然看到一個人掉下來，我心裡一下，我要死我，怎麼會這樣子？就是這邊我看人會更危險，是因為他們已經說這個布啊什麼都已經沒了。他們就準備要拆這個鷹架。代志都發生在新北市新莊一處工地。今日是早起8點多，因為天氣歹，一個台籍的工人先去17樓確認狀況，想未到鷹架向倒落，伊對真懸的所在摔落來，鷹架佫陷對1樓，一個外籍的工人去互鷹架頂一個救無倒來，台籍的工人是失去意識，緊急送病院。經過確認，另外5位工人平安無代誌，不過當時當日不幸，互因真艱苦。可能有一些拆除過程中的物料堆置在既有的鷹架上面，我們要再去仔細調查了解一下，是不是堆置得太超過了。還有相關單位都第一時間到達現場，然後進行工地的管制。那目前呢，工地也是全面停工的狀態。這件嚴重的工安意外。工地環境也有工人的防護措施等等，敢有違規？目前職安署也派人去調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